鄧家彪議員。多謝主席。藉呢個機會咧，即係想同局長咧反映同埋即係問一個問題，就係其實咧，因為經歷咗咁多事，亦都好多人都知道政府幾個部門都會進行法例嘅改革，有好多業主立案法團咧，其實喺過去2年自己因為收到法令，或者因為基於優化啦嘅需要咧，其實可能已經揾咗工程顧問咧做勘探或者係做一啲前期嘅工作，招標在即。咁究竟佢哋都問啊，究竟係咪要等埋政府改123條例、改344條例，或者加強版招標妥完成咗，佢哋先進行招標，定係只要問心無愧，佢哋嘅工程可以繼續落去，政府會幫手做支援？局長。主席，首先呢，所有而家大廈維修嘅工程，其實業主如果覺得佢哋準備就緒嘅，佢係按翻佢哋而家嗰個鋪排，同埋而家政府提供嘅資助，或者而家提供緊嘅招標妥服務，係完全可以繼續推行嘅。但係反過來呢，我哋都收到一啲業主就係佢哋希望等，佢希望等到有加強版招標妥出台，同埋我哋法例頭先話政府嘅監管嗰度必定要有一個顧問幫佢做監工，佢哋想等。其實就住呢一啲想等嘅業主呢，我哋已經同屋宇署呢表達咗，如果有啲維修令係到期嘅，唔好催辦，全部都讓業主呢有呢個空間可以，如果佢想等嘅話，佢唔需要被逼呢要好急咁樣呢，為咗要遵辦個維修令而急於去行事。所以但係睇業主啦，佢自己想做佢可以做，但係我哋唔會催辦。多謝主席。